经泄露的墨鱼名单证实了许多人长久以来的怀疑，中国仅仅因为宗教和文化的原因便逮捕关押维吾尔人。这份长达137页的文件以前所未有的详尽程度，揭示了数百名维吾尔人的命运。文件巨细无遗地记录了这些在2017和2018年间被关押的311名维吾尔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具体内容还包括每个人的家庭成员、社交圈和宗教活动。此外，文件还提及了1800多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社会生活习惯。中国外长王毅近日访问柏林期间接受德国之声与其他媒体获办采访时表示，有关针对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或任何集中营的报道都完全是假新闻，旨在破坏中国的发展。BBC 采访了多名家人在名单上的维吾尔人，他们确认了文件中的一些关键事实。其中一位是洛奇尼萨·梅梅特托赫提，一名有3个孩子的30多岁家庭主妇。她之前就知道大姐和年迈的父母在2016年都曾被关押，但是她从没听说自己最小的妹妹在2018年3月也被抓了。托赫提的小妹正是因为孩子太多而被关押。文件详细记录了她的案子，她人在东突厥斯坦的亲人已经和她失去联系。托赫提担心联络他们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迅速传播，已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但是中共当局将来自和田的174名维吾尔人送往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和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湖北省接壤。据中国媒体报道，2月22日上午，和田地区包机运送当地174名农村富裕劳动力前往湖南长沙务工。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曾冠军表示，到月底我们还有300人陆续将出行，我们也加快了对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用工大省的联系。我们通过冬天的培训，一共储备了5万劳动力。上半年计划把他们全部送到江内的兄弟、地州市和江外的各个省市中去。东突厥斯坦目前有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集中营，海外维吾尔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导致集中营大规模死亡，以及中国以此病毒为借口消灭维吾尔族。伊朗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为此伊朗和其他外国人被禁止通过陆路边境口岸入境土耳其。自从2月23日，伊朗宣布该国有8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43人染疫之后，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8国先后宣布关闭该国与伊朗之间的边境。另一方面，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周末急剧恶化。意大利周日宣布，一名患有癌症的年长女性因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不治，成为意大利境内第3起死亡病例。意大利民防部门负责人波莱尼在周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包括3名死者在内，意大利已有152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巴迪大区的10座城镇以及维尼托大区的1座城镇，封城措施可能持续数周。维尼托政府宣布禁止一切集会，取消威尼斯1年1度的大型嘉年华会。维尼托的博物馆、学校及公共场所全部关闭。欧洲联盟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表示，以色列扩大东耶路撒冷非法定居点的决定将损害2国解决方案。博雷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样的步骤将削减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之间的地理和领土连续性，隔离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巴勒斯坦社区，并威胁以耶路撒冷为2国的首都的2国解决方案的可信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他们将在东耶路撒冷的12个非犹太人定居点建造5200套新房屋。当地时间2月23日，在德国中部城镇哈瑙举行的反对极右翼激进主义的示威活动中，
大约1万名抗议者游行穿过哈瑙爱仇被憎恨移民的枪手，杀死的遇害者。19日发生在德国哈瑙的疑似种族主义仇外动机枪击案中，共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土耳其人。来自德国、土耳其和周边国家的民间组织成员、民众和政府官员参加了活动。